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嘅夫妻类类嘅节目。因为大家咧讲嘛，介咧会讲跳舞呢件事情哦，跳舞咧，唔但想做啲认同，心情也会变到动好，和做啲搞到动好嘅朋友咧，都苗栗咧展望然协会佢就是当3万咧推广舞蹈，唔讲佢哋推广嘅系轮椅舞蹈，也係乜嘅东西，用人來推廣，用人來跳哦，先來分享嘅係協會嘅先生，佢係呢個葉水美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展望員葉水美，非常嘅歡喜佢會來到呢度嘅。分享先生，耶！聽你咧分享嘅係協會嘅學員哦，佢也係跳舞跳動久了，非常嘅站到嘅嘛，所以佢係呢個皮筋分享。謝謝。Hello， 客家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畢正，我來到苗栗咧公館鄉，今日當天來上嘅客家節目。分享，大家有吃到嗎？哈，真嘅哈，一個是舞蹈老師，一個是學員，就會舞者哈。真的那個感覺，那個能量很強的，還會吃到你的個正能量，而且輕活潑，有冇個輕大方？我覺得這就跟跳舞有關係。跳舞做得訓練按樣嘅自信心，有冇？有哈，聽說有哈，而且還可以，好像可以，那麼做起來就很身材會好，身材會好，做多講講，做多講講哈。今日同大家來分享，係嘛個就是跳舞的這件事情。不過今日我們要講的是輪椅舞蹈，輪椅舞蹈，對不對？展夢園的舞蹈團。實際上你講一下，為什麼我們在分享要推廣安永嘅舞蹈之前，先讓我強兄這邊來看一段短片，好嗎？我們好好來講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們來看一下，記得帶來個輪椅舞蹈嘅短片。不過講到安永嘅短片的時候，大家都得看到，哇，這個是你們的帶來的一個，對，也係一場國際比賽哦。嘅時候，我得出被受邀去跳個開場舞，是，這個很震撼。這個在哪裡？連哪？頭中花哦，頭中花，對。那這裡面都得看到碧珍姐姐的地步嗎？有啊，有哈，對，就是團體舞，團體舞哈。不過說大家鄉親朋友看到嘅時間可能就會低，其實剛才看到短短嘅30秒就已經覺得緊張到哈。其實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輪椅舞蹈，對不對？對。當然也有人會講說這是輪椅國標舞。對。老師，你這個跳舞跳幾多年呢？我冇馬咁順咧，應該32年，32年。唔講以前先生跳舞跳32年，也跳過青島嘅參加過青島嘅比賽。唔過係因為嘅心情跟動機，要本意上去推動安永嘅輪椅舞蹈。這很特別啦。10多年前哈，在一場很動態型嘅一個比賽，裡頭嘅老師就帶領家嘅岳母。對，他就在表演輪椅舞。嗰時候我就想講就跳舞當快樂，心情當好，精神當好。可是呢，都是我們正常人有辦法跳，佢腳唔好嘅人就冇辦法跳。佢帶領家自家媽媽安尼跳，心都講，迄個是有機會，我要來推廣。講我要摸一下，老師講，嘅輪椅當貴嘅，一台要7-8萬元。我講行下多我就嚇到，我想要按貴，迄個是經濟能力冇按好嘅人，就冇辦法跳呀舞啊。對，而呢個輪椅會特制嘅，從冇不說較貴嘛。嚇，你呢按呢2片8字嘅，對。只要唔係按用嘅年齡就可以試誒。沒有，冇機會，嗰時候冇機會。10多年前看到，心裡有這樣想，埋下一個種子。對，那時候還沒有機會。或者就後來就慢慢有機會，你就真正可以這樣做。那是在99年的時候，我們協會理事長佢就講，你要跳舞主要的快樂，你又沒有幫助到比較弱勢的這一塊，因為跳嚟咧，舞嘅人全部都懂風光，大家看到全部做個動家，真嘅，個好跳舞又懂到錢，所以就知道那個是一種好像對青島人來講，好像是一個遙不可及嘅感覺。哇，自己嘅幾片冇法度以參加樣嘅心情。那時候我們理事長就按你講，用念七個快樂天呢，你就沒有幫助到比較弱勢的人。嗰時候我就講，我懂想做啊，但是要懂難呢。我講佢輪椅你得幾多錢喎？一台要7-8萬元，身心障礙佢就省費，佢就要懂3萬誒，佢哪有可能講佢要花安尼7-8萬塊要來學跳舞？學跳舞要錢，
买个轮椅又要钱，以后做sản婦行下贵，这是讲起来哈困难重重。唔但将黑钱跟问题，唔过问题啊，唔过公司采访，你会像碧珍姐，其实黑第一个学员做两个嘛，吼都呀哈，很资深的吼呀，资深学姐呀哈，唔过所以钱跟问题，太太会知道哈，我为什么要去跳？第一个是外力，对 ，no boy 问题，因为还有低度哎，低度的就会一定要有瘾呐。那时候好在我们一开始说要发起，碧珍就出现了，大工程黑毛，你说那推广的大工程，对，董中好像是上天安排好的，就安排他出来。就踢咧有深度计，其同介绍几只学生诶，就有当做的开始哦，踢咧迄个就理事长，理事长其同学就讲，你有办法，你有技术，你有热，我就同去想办法，同请个轮椅，意思就讲佢可以啦，验证妇然后整气轮椅，轮椅的那个帮我们购买，就是跳舞为专用的轮椅，然后讲真的吗？然后又碰到碧珍，根本就天作之合啊！时期都会啊，就顺水推舟，就去推广这个轮椅。不过碧珍姐像先生按讲诶，跟你自己，你迄嘛该，你迄按有个心情，跟你迄有个心情会知道讲，哪会来跳？因为你去家做，因为你迄很拼也来跳，按讲你冇空用，你哪会来跳？然后你要帮忙推广，而且是大工程，这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其实跳舞对我哋唔方便的人来讲，其实像你讲的不可能的任务。我说过很多跳舞都不可能。不过你特别看天师、看演跳，你其实我有一种羡慕、嫉妒的心。我说原来几批糖都是庆粉戏。其实以前像出社会有照朋友讲，我教我跳舞，我说那有可能因为教我跳舞，跳冇轮椅。我讲我起点跳呢，按推来推去按这哈，佢就冇迄个，迄个係去老師嘅片，其實身體唔好命，我注重這個，佢說可以送瑜伽推，拄老師有安尼發通就人嚟講，我講輪椅冇空用輪椅唔會講好，就佢說就提早報名，所以你因緣聚會就提早參加，因為以前。其實對跳舞只有興趣，有憧憬，如果唔點樣用嚟跳，唔點樣用嚟發展，也沒有機會。有愛有嘅心，正常人有愛有嘅心情，有愛有嘅動機。對對，師兄先生講嘅咩？有愛有嘅經費，有愛有嘅環境，有愛有嘅人，做啲天數。先生要強用，你想去做愛有嘅事情，不過沒有像理事長的幫忙，也有很多縣政府的補助跟支持，還有沒有？像碧珍姐按有個學員想說，我們一起用他來努力，什麼？聽說碧珍佢係冇空用，佢係用那個本身體的，他對自己的健康，佢來練瑜伽的體的，聽嘢佢係全國的撞球輪椅撞球對冠軍，掌聲鼓勵！佢係冠軍，所以佢係有行出來嘅人，他第一個來接受人的輪椅舞，佢踢着。然後佢介紹給身邊的朋友，共下入來。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會一隻親後嘅 model 嘛，就是模範嘛。大家看佢按成功，就會知道，佢做得還沒做得，希望大家會知道，會很難跨越個心理嘅第一步。就像碧珍姐講的，而唐貢理事長在推廣的時候，嘿唔嘿，真係喺路邊，只愛看到係有生長嘅朋友哈。那個就去介紹啊，然後就拿名片哦。太搞會嚇到冇哈？你突然來跟我講話，冇愛會跳舞冇？太搞會嚇到，佢會講，佢會講。對，但是我就講不用錢哦，不用錢，他也是怕，講你講。然後你說不用錢，太搞係真嘅唔會講嘅。你看我要不認識你，突然同來講我來跳舞冇，唔是錢哦，你知道太搞會嚇到呢？什麼？對，跳舞對一般的人哈，就有的人就會講啊，我講佢係身障朋友，佢行路有的就有問題嘅。你講佢跳舞，我講愛就會講誒，對不對？我都哪會知道金牌 C 啊，而且哪會知道，哎呦，有沒有跳舞還要你要很勇敢，能夠展現自己嘅身體。對，跳舞係很容易，你會願意展現你的身體。有
你摸奶奶就知道轻排 C 了，从某，然后你在路边说，哎，你会有一条舞吗？你讲亚贝尔斯嘛，该理事长真的很努力，对不对？哈，我理事长哈，有一摆啊，记住停红绿灯哦，骑欧多拜。前面一张轮子，你就会给他肢体障碍。不过一般骑欧多拜而骑三轮，但是骑两轮。我骑有用拐杖，哎，还骑拐杖，一停到好了，骑拐杖就不用下了，堵灯就三只脚啦，哎，然后红绿灯，你看你经过3道红绿灯，你身手矫健，你一下不用下了，一下数啊去了，一下又行安尼，你想要啥轮椅来跳轮椅舞，轻度吼，其实这有过去，你讲哎，好上哎，下来，你看到佢係演艺业，你想唔好诈骗集团，你都很下來，佢就同佢介紹講，哎呀，輪椅舞幾好，講當叫，佢就講好啦，佢排泄講唔好啊，佢就講哦好啦，啊理事長還是不放心，聊天發瘋嘛，哎，佢當朝安尼，波會搖來嘛。要啊！阿楊咪就暗示咩？叫爭來，就打電話俾，佢就講哦，好啦，冇來啊！講係要聽一拜，要打電話俾佢，哦，我有事情，一拜喊一拜爭來，又冇來，第3拜嘅時候，我其實有些懶。啲就係永遠不放棄嗬！咁講啲故事都有意思，你先聊下，等下繼續嚟講。耶！大家看到嘅短片从看到画面左边那个就会碧珍姐从某给你拍拍手，还有看到其他嘅都是欣賞嘅好賞嘅，而且有從細開始細今天跳到台嘅黑幕，好棒，優秀的，很優秀選手級的，很優秀的選手級的，就是都要去參加比賽嘅全國，哇，真的好棒！剛才在共溝之前，時常講給理事長嘅故事嘛，大天發打了3次黑幕，冇幾愛來嘛，我放棄嘅呢，我想要放棄嘅，結果我理事長講，見用網友來，我講，佢都講佢有事情，佢有樣嘅，佢講做唔得，再打，我要再打，他結果佢排泄，佢真進來，進來嘅時候佢看到碧珍啊，其他同學不錯啊，懂溫馨，哎呀，懂神奇啊，又大家相處有種大家庭樣啊，覺得沒有壓力，其他是真的畏懼、自卑感就會放下，對，畏懼、自卑感就會放下，大家都全部共用嘅，唔方便的呢。唔過你看聽碧珍姐安樣分享，你看畏懼呀，自卑感呀，吼，古說公司才發。大家真正去了解，就會搭上人嘅成長，就有自家目標嘅困難，目標嘅會克服的東西哦。大家真正會盡量的彼此去了解。大家講同理，其實共有情簡單，會真正去理解，希望按改嘅。我說聽碧珍姐這樣分享，就知道碧珍姐真的很正面的去跟大家說，我們有按樣嘅困難，我可能會知道排泄，我會自卑，我冇想去做按樣嘅事情。我說基本上來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會希望講大家真正用按正面嘅能量去面對，真正會真的去做。不過講到呀，大家剛才看到嘅短片，跳舞跳到輕，好優雅，對不對？其實練習起來很困難，對不對？碧珍姐，聽說你一開始的時候也是跌倒啊，受傷啊。對，其實這種輪椅哈，一般的輪椅會不會有兩支桿誒？你用來操作唔會跌倒。都會當個做嘛會訓練每一個重心全部會控下。
我哋编的去藤灯就大多嘛，大多嘛，梳子我去长梯，就我梳上，肩膀我梳上。哦，对，创人家讲我蹲倒梳的。哦，好危险哦，不是说那个给全部身体要种张线，来一轮，重心要懂轮走当个，不是说训练起来，懂于抽管的那做唔得按用不用强手，而且这样来一轮嘛，好像还没讲为一条直线按用可以杠高，对嘛，好像很垂直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讲有一些驼背要都得矫正，对不对？杠高，而且所以其实比一般人很加困难，而且你可以抽凳，跟一夜就会你给脚有吗？而且那个重心还没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你有一个好像那个重心要特别去调整。对不对？最主要加个力呢，哈，会抹刹车，完全抹刹车。你要用你身体哦，身体要老力呢，而且结合在一起。对，就是给你用这力呢，就你脚就对耶，转，身体要转哈，结合懂吗？除了舞蹈技巧的练习，我觉得可能肌耐力要被变到今后有吗？有吗？碧珍姐说有哇，真的，很因为是，而且你们的动作都不能马虎，对不对？虽然跟我们是坐着，如果你所有手身体的姿势，就像跳国标一样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马虎的，就是要跟正规一样有训练。它就是，你现在跳伦巴，你要伦巴的线条，你身体。那线条啊，要从腰部以上就要展现出来。它其实难度很高。老师，你要黑伦巴跟线条吗？这是标准舞的。就是标舞。你看感觉跳舞只会按哪？你看感觉外行在那按腰。没有跳舞的你哈都懂自然，你就要你来一了。你要是不拉起来，你没有拉起来。有啊，这个时间做摄影的时间，黑刚看到跳舞给你就会觉得哇，好漂亮哦，亭亭玉立，然后很优雅。优雅嘛，好，不是说，其实，在协会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轮者朋友给故事都在共有嘛。碧珍姐基本也可以来现身说法，后面也有听到其他人用练习清困难的故事。其实糖豆加清欢喜，因为以前只有糖豆呢吼，冇机会，我说我糖豆提早报名后就去上课，我老同事讲，佢也喜欢跳舞，佢咩唔方便，我就講哦。前年你來向我跳，唔難嘢，我要去協會、殘障協會、加飛人台會，我就去表演比賽，這個難演入來。我說真係，張開始之後，就引來引到嘅。我跳呢，其實呢，他講，伊咧講跌倒，伊都會講排泄，伊都會講不可因素，照顧生人的啊，樣的吼，伊都要上下班時間冇辦法飛下。我說中間有一些咧就冇來嘅，我跳下來按到8、9年嘅，也還有3、4隻當年真都會跳。他個老幾個生活融入在一起，這個我一禮拜跳1年2年，啊，這等待個2年，啊，這做得這2點鐘啊都會當快樂，跟小朋友跟青少年，他還向我跳舞。没像托主点唐老師講，是互相有在互動，大家小朋友互相引導、互相學習，其實大家都玩得很開心。對，以武會友，所以他感覺會對，以武會友，跟打球一樣，對不對？你去參加球隊，有冇打球誒，你就會以球會友，這以武會友，而且大家那種歸屬感跟向心力為某重要。好，那這都其實按用嘅練習，我覺得我們基本上大家會講到，好像說我們講輪椅舞蹈，其實不論係輪椅舞蹈也好，也係講你一種乜嘅事情，其實就係一種耐力嘅培養。不過對輪者來說，其實更是自信心的提升，對不對？沒錯。你碧珍姐你自己會不會以為按用給勾場？因為你之前是輪椅狀就已經很棒了，可是現在又加上舞蹈，你會不會覺得你自己也夠一片一台？有啊，落差動態，其實也當到唔定啊，自卑嘅過去。也看到單單就我比較，他正向、較陽光嘅一面點點，啊細細唔敢出門，看到人有抗議來，我唔敢出門都叫些才去托一眼神，腳都冇卡，看到人夾夾咗，而且以前唔會行路用爬，對，冇眼底哦，對，我說我去到學校我們係都叫些張陸小姐，我坐喺椅子上，整天憋尿。唔敢紅氣了，唔會本人哋啊。對，真的呀，這是我最自卑的 CC 噶哈。我說
较太吼，尤其非啦，就像拄到按到老师安尼社团吼，慢慢的来讲，一起甲行出来。我说有安尼发通来参加，嘛话剧社，嘛读书会，会庆贺为就拄到跳舞，跳舞真的是完全让你还编花蝴蝶，完全花蝴蝶。碧珍姐姐欣赏讲的哦，唔很爱讲的哦。她现在哈站在舞台上，她一动起来就让我一闪你，就会吸引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目光在她身上，对。所以她是不是花蝴蝶？是超舞台上跟舞台下差异多啦。一上舞台，这次的这个整个是能够俾你看到，下了舞台多多少少还有一些那个排泄。如果还呢真相啦，大家互相就会鼓励大家，默默嘅，你上去这边大家看到表现这个最好的，或也係好的發通，適合下肢唔方便的朋友，对，轮椅做人的腳，當我跳舞，這像真嘅像蝴蝶一樣嘅比上比下，對，好棒！他們的移動速度懂嘅，懂涼哦，風很涼。不過真的，碧珍姐去家嘅經驗分享，真的很感動。不過也是要給老師拍拍手，因為有愛用嘅欣賞，有愛用嘅心意，有愛用嘅指導。因為你希望你做對指導青島嘅朋友，不過你願意去指導輪者，因為你去家也要練習吧，因為你要了解他們的需求，一個困難，你才有辦法教。我第一擺坐喺輪椅當狗哈，轉板啊，好，我們跳舞人哈。指甲做到重重的，一嚟來就團體了呀，做講，對呀，一嚟來就團體了呀。然後，我們在跳輪椅舞的時候，你想恰恰速度按腳，很快，街舞速度按腳，一翻身的時候，我得用就是我們正常的人用腳一嚟來就過位啊，但是要用力呢，比太強呢，個速度比較的呀。就是平常你搞給時間，你自己要親自去幹輸一下，你自己要坐着，對對對，你也要一樣這樣完成。那你如果坐在輪椅上面去家你知道你做的懂難，我每樣問題有一些講，我還知道老師，哎，這當初你去搞適應，他就懂難。真的，我們還得為學教去分享，就是我們輪椅舞跟身心障礙朋友運動一個過程。好，我們也會讓這些孩子坐在輪椅上來體驗一下。我們是做嘛該就很給一篇說就會，哎，就懂辛苦的啊，冇風片啊，對啊，非常的有感受的。謝謝哈，因為談到呢一下，大家可能會知道講，哇，其實。跳輪椅舞蹈吼，然後一般人講係練舞，我們講記得會克服嘅困難，然後心理會涵蓋一步吼，可能比大家想嘅很好睇、很好摸眼簡單。不過記得非常嘅3萬大表示希望講，做呢自家其實當好嘅模範，做啲本大家都了解。不過其實咧輪椅係做啲做當到其他嘅運動哦，還有當到做啲到大家嘅分享，所以大家冇走開，啉下茶，你等下陣再嚟講。
师，你带来这个是比赛哎，刚刚看到这一段是泰卡迪的恰恰冲哦，对对对，其实我看的时间有偷偷问一下，所以真的我看因为我知道不管黑 C 来还是 C 模耶，真的那个轮椅很吃力，因为你的手速度要轻感，要跟上那个节奏，那个速度，哎，个前还有你律动，你只有扳绳哦，你就扳绳去做，你做你身体的律动的动作，所以它难度也它高。其实协会底都有青岛跟其他的轮椅运动，嘿吗？比如讲像我们有轮椅羽球。有的人他讲排泄，唔敢跳舞诶，然后来，还有轮椅羽球之类，大家来通下来，来跳，唔係來運動，因為要流汗啊，知道特sản就強要一定要有流汗，讓身體新陳代謝，才會健康。嗰時有青島冇強嘅運動都做得，還有一隻柔力球，輪椅柔力球，這個也是我們會裡推的，對，唔講唔看有按到冇強嘅運動，唔講跳舞也好，唔過其實特別會想要鼓勵朋友來參加跳舞也好，其實是因為他做的比賽、表演、分享，當多人可能唔會當有興趣看人打球誒，但是佢看到我哋跳舞，佢一定會走過來，他的目光一定會被我們吸引，因為太美了，對，是。那時候碧珍姐說，因為看到陪你跳舞嘅時節，被知道很羨慕又很嫉妒，那這樣係哪個心情？又羨慕又嫉妒，你們跟心情，趕快來，就超美黑嘛。對。不過其實大家剛剛看到有跳舞有很多不同的種類，係講青島嘅鄉親朋友係講對國標語一些了解跟你大家會啲，其實佢嘅種類很多，對不對？剛碧珍姐講，我講過10項，你每一下係衝你按樣嘅學跳舞，你10項都會唔？都要學嗎？不可以只學一個黑毛。10項有5項係拉丁，5項係摩登。我說愛較活潑、較好動。我說個人愛有練瑜伽，柔軟度較拉吼，較好啦。我說愛較好跳拉丁，拉丁比較動感的，像恰恰、街舞、倫巴、森巴。這些5項就愛，就是都要學會這5樣。其實看個人啦，如果我表演，我不一定要學按多種，但是最後比賽有2項誒，有3項，有5項誒，最後當用主播呀，對啊，你可以選擇，講我基本比2項，我可以比3項，我可以比5項。而且其實還要看你嘅身形，除了自己嘅喜好，還要看你嘅身形，它適合乜嘅種類，對不對？好，因為我公公嘅時節有冇欣賞講你喜歡拉丁什麼哈？好，拉丁就很熱情嘛，對，而且很可以展現起個給肢體表現。對不對？好，哎呀，講到跳舞，我真已知道去排泄，我muốn欣賞一些，我自己的身體都不太敢亂動，就怕，因為我覺得哇，這個，我就知道我很不協調。他跳我們的摩登舞尤其是華爾茲，講得我現在心癢癢的，很想非常適合，對啊，那氣質非常好。咁恰，我真係要練一下嘅。不過講到呀，其實。愛迪吼做按多年下來吼，其實給你們去比賽嘅成績真的很亮眼耶。我們要不要來墊一下？哎，墊一下，中哦。我們的輪椅舞就是除了國內比賽，我都有參加國際比賽。對，還有去泰國啊、菲律賓啊，還有好幾個國家去參加世界的比賽，都名列前茅，都前3名。第3名，代表性的，我們亞帕拉運，好像103年還是104年的亞帕拉運，我們得到第2名。國際賽，對，在仁川，韓國的仁川，然後我們的亞洲錦標賽，我們也得到冠軍。對，然後還有很多的國際團體賽裡面，我們都是拿冠軍，連續好幾年。所以碧珍姐，你現在按用壓力要輕態嘛？比賽加會哦，係啊，因為一開始，你看你阿就會耳目腔嘅改變，一開始嘅時節，不知道按壓運動就好誒，流汗，流汗過後就按壓
哎想讲做得去表演一下，哎有就轻满足啊，去表演歌一下，你经常在讲你会避水嘛，啊避水啊，谁个避水就好哎，啊后来就变国际赛事，引跳引台，你要还要给按的青台，其实目标要抹 Q 用那种嘛，我会越射越高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哎，你这样还有兴趣啊？好好，其实一样有跳球的无比赛，纯粹上课，其实没我懒下来，你都害怕小比赛，害怕大比赛，你只要有激励，你才会挑战，对，挑战自己，你才会赢有兴趣。我说，等到会有大比赛个哈，压力就真紧。唔讲冇压力，便宜嘅，所以冇吃饭上下班就想就会一直要让我跳，对，嘿，让我走，你随时都在想，他把你讲的弹紧的，你要抓节奏，引用系冇，对，你要了解节奏啊，上呀舞序老跟人嘅音乐配在一起，时时都会想你印象最深的国际比赛有嘛哈，嘿在哪里？台北，我记得喺台北的一个国际的，好像选拔赛，对，给他动演整条，因为这样T100参加安台国际赛，因为代表国家出去，给练习的给成都过，给他家就会最好的选手，我们用老几个凸显出来，因为你竞争的人都很厉害，我懂那种碰撞，自己的碰撞，或者是跟别人的碰撞，或者是跟舞伴的，你一定要磨合到最佳的状态。比如说这个是让我较有印象的，对啊。不过吼，我基本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啊，就会看到按多个片段都没有看到老师你去嘎跳，我真的还会去搜寻一下，还看下现场，因为现场在这边哇，感觉上就是很鼓励学员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过现场跳吗？有啊。你可能唔会羡慕加嫉妒，听吗？应该会眼睛发光，对，观众哦，会吼，非常的优美，然后该动的、该快的、慢的，老师全部是没问题。我跳舞眼神就菜色了呀，对，所以我只要跳舞就很开心，对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我就分享了很多，就交了很多的好朋友，太棒了，大大小小，真的，最小的4岁，你看到最小的4岁，以命乃迪协会其实有去学校宣传，对，去后告，为什么会特别去到后告去宣传？我们到学校宣传有2种啦，一种就是我们希望选手训练、小朋友训练，从这块是，我们会到学校去教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也会把那轮椅舞，跟我们的学生来分享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很幸福。对，你看我们，所以也是一个机会教育，也是一个生命教育，对不对？好，本来拿的料给，对你不要等到长大，你 C 的时间你就来体验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也要学习，也要关怀，我们的身障朋友，对，所以我们的轮者都是一直跟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是紧密结合。所以顾总，你看黑狗看到短片也好，相片也好，他敢有看到，有时候你们会搭配很年轻的舞者，对，跳哈跳冲嘛哈，对，黑某就有时候可以搭配到小鲜肉冲嘛，都是黑某，哎呀，排谁小小鲜肉跟小鲜肉，一直陪着一批一批的长大了，一直跟着他们一起成长，一起跳舞。今天真的请防疫组的请到老师跟碧珍姐来到鸦片，因为我知道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案例，大家讲故事给分享哈。其实推广很重要，不过在欣赏的身上，也还有碧珍姐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一股力量跟那个能量，跟你们想要做安永的事情的动力跟心情。我说迄个看基本去福气来的一个朋友，希望大家真嘅，你可以支持听，我觉得要去参与，对，要去参与，而且其实就欣赏公园，你们有好多课程，对，黑公你跳舞知道排 C 嘛，没有办法像碧珍姐按样给，你就可以打球吼，没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对，也有唱歌，冲国位也有，冲国位没有哈，冲国位跳舞、大球哎、羽球，还有柔力球，然后我们也承办职训，就是劳工朋友可以参加的课程，来都可以来，对，5、4千，
听冇？ 80%到100%，80%到100%，哇，对。暗后嘅事情你做得去松口，你踢给片，而且你有很多很好的亲厚嘅口场，而且80%到100%，你扣呢50千，哇，好棒哦！好像抽奖一样，有中奖的感觉。你都真嘅建议真嘅，谢谢老师嚟到鸦片啊，谢谢碧珍姐嚟到鸦片同大家的分享。希望稍後有聽到乜嘅好的消息，後嘅考場也係乜嘅比賽，乜嘅做啲分享嘅成績，同大家來分享，要跟我們講一下。好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今天真嘅，請感謝，謝謝，然後也謝謝碧珍姐哈，希望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們更漂亮的成績哈。所以聽聽下咧，做乜嘅咧來做認同咧？